機械人速遞第66個賽日，4月27日，沙田日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1:45，開跑時間12:45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4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6，入圍7；回飛提供11，入圍8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9號標之星河全飛拉動3.8，第5場1號嘉應高升標籤馬膽拉動19.25，第6場9號天星標籤高基拉動5.85，第7場2號遨遊氣泡標籤馬膽拉動12.38，力度5，第8場1號歌利巨人拉動4.94，10號球星標籤直博拉動5.31，第9場1號飛輪步標籤直博拉動3.83，7號豪花雲拉動5.75，力度5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號江南勇士全飛拉動0.68，第2場3號加冠王標籤高基拉動0.62，8號陸小鳳拉動1.37，力度4，第4場2號開心寶寶標籤高基拉動2.22，力度5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6號特別美麗標籤小心全飛拉動-3.66，第3場5號人人有餘標籤高基拉動3.46，第4場4號勁進輝煌標籤高基拉動9.73， 6號笑傲江湖標籤實力拉動2.89，第6場7號順城之星拉動4.89，第7場6號標之銀河標籤小心拉動1.33， 12號竹園標籤高基拉動5.5，第8場3號劍琴高奏拉動2.35， 11號自由島拉動3.87，第9場10號共享富裕標籤小心拉動1.23， 10場10號大眾福星拉動1.88，冷馬系列突擊馬第2場3號加冠王非佔比 9.05， 全飛拉動 0.62， 11號花香月明佔比 6.31， 拉動1.21， 13號銀河勇士佔比 7.14， 拉動-2.04， 第3場9號標之銀河佔比 8.03， 拉動 3.8， 12號金晉星佔比7，拉動 0.56， 第8場8號智取神區佔比 8.02， 拉動-1.87， 9號八賀飛區佔比 8.8， 拉動-1.86， 第9場13號龍城精將佔比 7.35， 拉動-0.36， 第10場1號川河歲區佔比 6.47， 拉動 2.6， 5號江連80佔比 7.76， 拉動 0.74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，唔該晒。